我係黃錦良校長，亦都係第8屆嘅立法會議員，係屬於喺選委會界別嘅。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，過去一直喺教育界深耕，已經係1/4世紀。現時咧亦都係教聯會主席，係致力喺度推動愛國主義教育。所以過去其實係有好豐富嘅喺教育界嘅經驗啦，亦都有參政議政同埋建言獻策嘅一啲嘅見解。所以亦都好希望啦，能夠利用自己過去嘅經驗同埋知識，同埋參政議政嘅一啲嘅經歷啦，希望能夠喺今屆立法會呢，能夠喺議會中呢，能夠係推動更好嘅良政善治。咁你本身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啦，到呢個教聯會主席，以至係立法會議員呢一個嘅身份啦。咁其實咧，你會點樣利用好呢3重嘅身份咧，去做好你嘅工作咧？我好深信啦，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同埋教聯會主席嘅身份啦，係有利於未來喺議會入面去開展喺議會上面嘅各項工作嘅。咁首先講翻啦，就係話自己嘅本職係教育，而教聯會咧就係服務緊教師，所以喺前線咧係可以能夠知道我哋老師嘅需要，亦都能夠可以即刻可以掌握一啲嘅脈搏。咁呢個對於我喺議會入面咧去提一啲嘅議案啊，或者係去對政府嘅施政咧去進行一啲嘅監督啊，其實我相信絕對係有幫助嘅。喺全國人大嘅身份咧，係令到我更加企高啲，了解國家嘅政策，了解未來國家發展嘅風向，點樣能夠喺議會令到香港我哋更加要緊密配合國家發展嘅需要，更加能夠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哇，黃議員呢度好靚喎！呢度係邊度嚟㗎？係啊，呢個就係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啦。你所見到啦，其實呢啲模型咧就係有關神舟11號同埋我哋空間站嘅模型嚟嘅。哇，呢啲模型好精緻喎！係啊，更加精緻、更加吸引嘅，其實喺眼前你所見到嘅呢2套航天服啦。哇，好似真嘅一樣喎！係真㗎，我覺得科教領航從未來咧，正正其實就係香港科技同埋教育再出發嘅一個重要嘅點啊！香港點樣能夠去配合國家嘅發展呢？係一定我哋要去思考嘅。國家未來就係要教育強國、科技強國。喺啱啱講緊嘅15規劃入面呢，亦都提出啦，其實我哋要統籌好教育強國、科技強國、人才強國嘅建設。香港未來點樣能夠參與其中，甚至係能夠服務到國家發展呢？呢個其實係香港再出發嘅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嚟嘅。